宇宙有好多嘅世界，每個世界都有自己獨有嘅能量嘅頻率。呢啲獨有嘅頻率咧，係為咗支持喺嗰度生活中嘅生命體。喺某一個特定嘅世界當中咧，演化出咗呈現輕盈啦、以太形態嘅光之存有。佢哋可以進入唔同嘅世界，而我哋嘅地球當時充滿咗密集嘅生態系統，從最小嘅粒子以至最大嘅動物啦，每一種生命形態咧都為靈魂提供咗一個可以使用啦，同埋可以進入嘅身體。原本地球係一個能量和諧嘅體驗嘅場所嚟嘅，係一個特別嘅學習嘅地方。當時嘅光之存有咧，為咗同地球建立一啲連接啦，佢哋就嘗試去創造一啲結合部分地球嘅形態啦，同埋部分光體形態嘅載體，為咗使地球嘅載體咧可以容納佢哋嘅能量，所以佢哋創造咗一啲類人類嘅物種。後世人就叫佢做列姆利亞人。通過觀察列姆利亞人光之存有咧，對地球有更大嘅認知啦。佢哋又創造咗第二代嘅物種母人。再一次通過觀察人類嘅生活啦，又提高咗對人類嘅認知，然後創造咗第三類人種亞特蘭提斯人。亞特蘭提斯人曾被認為係最成功嘅一次創造，因為佢哋喺地球生活嘅時候可以同其他物種進行互動。當時候嘅文明同而家嘅人類嘅文明非常之不同。嗰個時候地球仲未有矩陣，所有地球嘅物種咧都可以透過5次元嘅意識網格咧係相互咁樣聯繫嘅。